香港娛樂圈再掀震撼彈，人氣偶像姜濤於今日2025年5月29日，透過個人社交媒體正式宣布退出娛樂圈，並表示將轉型成為一名職業相撲運動員。此消息一出，立即在粉絲與網友間引發熱烈討論，震驚整個華語娛樂圈。姜濤在聲明中透露，他受到好友吳業坤成功轉型為香港隊空手道運動員的啟發，決心挑戰全新領域。吳業坤近年從娛樂圈轉戰空手道，並在本地賽事中屢獲佳績，其勇於突破的經歷深深觸動姜濤。坤哥的故事讓我明白，人生應該勇敢追尋內心的熱情。相撲是我一直以來嚮往的運動，我希望像他一樣，在新領域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。姜濤在聲明中寫道：據悉，姜濤自小對日本相撲文化抱有濃厚興趣，並在過去1年秘密接受專業相撲訓練。為了適應相撲運動員的體能要求，他已積極增重並接受嚴格的體能訓練。目前已與日本一家知名相撲部屋簽約，將於下月正式前往日本展開全職訓練。日本相撲協會對姜濤的加入表示歡迎，並稱讚其勇於挑戰的決心。一位相撲界資深教練受訪時表示，姜濤的加入為相撲運動注入了新鮮血液，他的知名度有望吸引更多年輕人關注這項傳統運動。據了解，姜濤將以姜力士為名，正式踏入力士台，預計最快於明年參加職業比賽。姜濤的決定讓大批粉絲感到意外，不少姜糖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不捨與祝福，紛紛留言支持你的每一個決定，但會很想念舞台上的你，從偶像到力士，姜濤你真的太勇敢了。然而，也有部分網友對此表示質疑，認為從偶像轉型相撲運動員的跨度過大，擔心他難以適應高強度的職業相撲環境。娛樂圈內部人士亦對此表示震驚。一位不願具名的經紀人透露，姜濤的決定完全出乎意料，他的演藝事業正處於巔峰，此時轉型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。有傳媒分析，姜濤的退出可能對其所屬公司及相關代言品牌造成影響，但其個人品牌效應或許能為相撲運動帶來更多關注。